約翰喺異象入面見到上帝手上有卷書，因為冇人配打開嗰卷書，約翰就喊咗。有位長老同我講：唔好喊，睇下猶大支派嘅獅子大衛嘅根，佢已經得勝，能夠展開嗰卷書，揭開嗰7個印。呢一刻真係好戲劇性，因為約翰揾緊隻獅子，結果佢見到啲咩？我又見到寶座同4活物，同埋長老中間有隻羔羊企喺度，好似被殺過咁，所以原來隻獅子就係羔羊。呢個係特登安排嘅矛盾，所以上帝指派嘅統治者唔係有獸嘅本性，而係有羔羊嘅本性，而且佢被高舉超越一切，因為佢捨咗自己條命，因為佢謙卑自己，因為佢態度溫柔謙卑，因為佢冇反抗捉佢迫害佢嘅人。我真係相信呢個世代嘅教會必須展現同樣嘅本質。呢件事並唔容易。我諗法係呢個並唔係個受歡迎嘅想法，但我認為教會返天家嘅方式會同主耶穌一樣，就係經過十字架，就好似聖詩所講，我哋軟弱嘅時候要靠主得勝，上帝嘅能力會喺我哋軟弱嘅時候顯得完全。我相信呢個係我哋必須學嘅一個功課。今日好多教會都教緊我哋可以做啲咩，靠住我哋嘅能力同信心可以完成啲咩，但我相信呢個係喺度膨脹人屬肉體嘅本性，呢個本性必須先死喺十字架上。